2020要让你刻那个科黄配，柯文哲配黄珊珊。哦，他说的哦，那他长在电台受的。没有，那时候柯王配是市长跟副市长，不是总统跟副总统啊。他讲是2020，他是说2020，他原本有。我们要有志气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人家有时候我们运气好有实习嘛。所以你现在预计有实习吗？没有啦，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就要是这样的哦。我们总是目标要远大嘛，大家努力嘛，对对。你不要说一开始就说啊，他可能只有3级啊，怎么会说我没志气呢？他排序是什么？蔡壁如跟学姐会先就直接请假了，因为他们大概就离职前的请假先请。劳动局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法案在议会，包括那个外送员的自治条例，还有一些他需要再处理这个预算，所以他大概处理完也会跟着请假。市长，那这个海选名单应该跟着时间。市长，那海选名单，吴新年其实他很早就来，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我先讲他不是我们去找他，是来找我们的，因为他很早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那个什么长照议题的，还讨论过很久，所以好像今年3月4月就来过了。这一次是我们在办海选，他就自己跑来。他本来是要去选区域立委的，后来跟他讲说不行，我们这个区域立委，这个松山新立我们都有提名人了。后来再谈一谈，后来我说，你这个条件还不错啊，那我干脆去不分区，我们再给你换到那个讨论名单里面去讨论。故事就这么简单了。这个名单从经济来的选项，不是，他是经济人还是经济绿？你觉得是蓝还是绿？我不晓得，我是没有管他蓝绿的，我是觉得他说这种，其实他也是蛮有个性的。我觉得像这种。其实台湾是这样的创新还是台湾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还是给那种比较有个性有愿意去有愿景的人去试试看。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嘛创新不一定会成功的，但是终究创新还是台湾唯一的出路。那赵宋楚瑜有谈到说，就去年这段时间有派人传话给你，然后说可以黄珊珊当副手，然后你可以领橘营的票，然后来选总统，有没有这件事情？他是今天早上在广播电台这样说的。没有啦，其实老宋也有他的想法嘛，他只是说，其实有些像他说什么？他说就是2020要让你刻那个科黄配，柯文哲配黄珊珊。哦，他说的哦。那他长在电台受的。没有，那时候柯王配是市长跟副市长，不是总统跟副总统啊。他讲是2020，他是说2020，他原本有意愿。他有这个意愿的，但是也没有。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听一听，大家笑一笑，就也没有去真的去那就拿出计划书来，大家一条条写，没有这样啊。市长。